咱台湾的体操选手张家宏伫咧东京奥运体操专联项目摕到第7名好成绩。除了本身的拍拼背后，也有运动科学伫咧甲伊斗3工。咱也做伙来看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安怎透过感测技术来帮助选手提升表现。 体操选手张家宏有单杠空中转体水开的落地。张家宏伫2020东京奥运摕到体操专联第7名的好成绩，背后的运动科学是真重要。亲像绑伫腰部甲骹膊的惯性感测器，会使精准掌握选手的动作，帮助改善选手的落地姿势。 像老师他在操作陀螺仪，让我们很清楚知道家宏的转速必须要达到多少的水准，我们才能够有更好的落地表现。老师都会给我很直接的数据跟量，就是可能每一次不一样的差别这样，然后我可以从中去得到一些可能2次的感觉不一样，就是我自己本体的感觉这样。训练的时阵，嘛会透过使用这台离心机器来提升骹腿的力量。 单杠体操比赛落地时，姿势会影响分数的判定，而且选手的骹腿嘛会承受真大的冲击。家宏的强项是在单杠，那上肢的部分基本上没什么问题。那现在落地的地方，因为会产生比较多的一些扣分所以通常我们会希望透过一些特殊的方法去强化它的下肢肌力。那个冲击就是必须透过那样离心训练的方式呢，能够让那个肌肉去适应。所以离心肌的训练可以让它的那个下肢肌力去承受这样子的一个落地冲击。翁树宏讲，张家宏2019年的落地只有30几趴是完璧成功，透过运动科学的帮助，即摆已经提升到70几趴。另外，体操的规则每4天会做修改。张家宏讲，即摆嘛开始新规则的相关规划，希望伫2024巴黎奥运继续拍拼。记者郭北君、郑派文台北报道。